係也會用客家公路按到米田公，哦，米田公路它可以過地，但是其實正式的名字按到熊布朗公，哦，也會熊布朗公的熊，代表一點德文的是按嚟翻譯過來啦，哈，也會如我哋一類奧地利嘅哈，米今日都介紹講一天去到也會美泉公來散步。哦，唔係去看宮殿哦，來散步。如安尼個陣時，因為講哦可以去散步哦，咁我哋路來行行啊。當初是安尼個想法，嗰陣我哋路想到也路奧地利，他講嘢係來嘅話，亦都也有歷史去改圈。當然我哋路介紹一個地方，哦，係俾人觀眾朋友，你要來嘅話，也一定要來留一轉。我哋蠻喜歡的，因為把嗰啲山坡嘅排前門，如等於如健身一樣誒，嘿，邊走邊聊，哦，也就比如突然安尼講事情安尼聊啊行啊，你冇感覺到太強，所以我本身如果希望也會米田公，我哋同朋友過來也就會，因為也就會有時候有音樂會，有沒有傳堂可以食？有花園咧，有咩有了也翕相啊，拍一整組嘅一個呢賣景嘅照片，嗰時我會同朋友來，伊哋歐洲人也點嘛伊哋呢生活嘅水準比本來都收入同我哋呢台灣當然冇辦法比，伊今日呢收入當然都也改過，所以伊哋嘅國家嘅福利嘅制度做會改好。所以說一點老人家對年輕的時間做會到一點退休國家來，國家退休金必定用咯，一點錢啦，感覺到一點睇下個國家，一點談音樂，一點歸也會歸爽快的一個人生的一個享受，安尼，也都我哋感覺到一點也會社會福利做會真好。我裡面講來到維也納，伊對我的影響，佢嘅人生嘅想法被改變。我記得我家落家哈，帶生意嚟，我都想講，我會把台灣嘅呢特殊嘅升學嘅制度帶下來用來。對生意講，一天用嚟考乜嘅呢，讀乜嘅。但是真是來到維也納，也會觀念真是。翻轉了也就會歸讀書，歸本身呢，歸有一個，我必然地唔能將來做乜嘅，唔係一天講全部都一天要去讀乜嘅呢？你唔真是唔冇曉，唔係請我讀書也可以做為親好，也可以有工作，所以你工作按照嚟講，你嘅思想也都係感覺對人生有一個想法被太改變。